耶！耶！无讲你唔知，短短30秒，我就要到山顶啦。唔是我高爬山，是这粒正东港山，实在太特别啊！竟然有甲台湾上大的高山、玉山同款的，一顶三角点。虽然只有11公尺高，飞到山顶，嘛会使甲分家南滨海边缘，看甲一清二楚。也毋过，今仔来到家己的布地，毋是为着要爬山，是要来拍样。我知影你即马一直想要问，为虾米这个所在叫做布地？小峰老师，阮需要你的解剖。台湾有真侪地名，伊来源呢，和伊的地势、地形真有关系。譬如讲，嘉义的布地。就是一个地，布地这个所在以前叫做布地喙，是毋是？足侪人咧卖布地呢，和这无关系。其实就是讲伊的地形吼，敢若一个布地就对啦。迄当时这溪啊吼，其实迄阵嘛叫做布地溪啦吼。迄个溪突出去吼，你要到海，海外口有一寡沙地，所以围伫外口啊变一个港口啊，所以这个沙地啊甲这个陆地这边咧围起来吼，就像一个布地，啊，佮有一个。出口啊，所以叫做布地喙啊，所以这个所在以前叫做布地喙。日本人来了呢，甲地名吼开始简化，或者3字的变2字，所以迄个喙就甲退起来，变做布地，就是今仔日嘉义布地。是大人定定咧讲，食盐较济你食米。今仔日我要来坐这位主角，我无确定伊食的羊有济无，但是我会使确定伊拍的羊一定比我食的米较济，而且伊佫到台湾做羊的、做导游的、做食的，会全甲拢总集合做伙出一本册，真正有够厉害。唔知影伊敢愿意是我这个徒弟啊，先来去甲拜访，试一日啊咸食，才结果。我是盐城区，我住在盐场佚佗。系啊，但是要入去盐场进前，爱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爱细盐，还是讲说种抓？你捌字无？你这几年的13。一年要成2年的对无？好。啊，你安怎看无吼？无要紧，我念一句，你多念一句。但你爱徛遮，头前就是盐场。吼，安尼要入去盐场，要入去进前，吼，爱宣誓，吼，啊念细盐吼。啊，我念啊对我念无，吼，啊圈的名啊念你家己章鱼烧，袂当念我盐城区哦，知影无？好。我章鱼烧。章鱼烧。做一个快乐的新阳光。做一个快乐的新阳光。酸涩林。酸涩林。章鱼烧。章鱼烧。真好，你有通过啊吼？有念过啊？啊，你知你拄咧念啥无？哈？好清是就人盐场盐城区的金蕉老师讲，这个试验的重点是水、地、风、光、人拍羊。我伫遮吹着海风，嘛真正闻着羊的气味。虽然即马毋是拍羊的季节，盐场内底也阁有做侪代志爱做。我先甲裤脚闭起来，准备落田。做事啦。闭裤脚，你知道吗？裤脚闭啊。OK， 恁兜有啥物盐？唔知无要紧，嘿好。咱一般咧用吼，拢是海盐的精盐，幼盐。哎，为了热天吼，无法度拍盐，你知有啥物无？因为热天吼，拢会着。来，你可能看，你看嘛，你看到泡泡无？有啥物水会带有泡泡？迄是藻类，藻吼咧行光合作用。你要落去烧？你落去不要紧。别个烧，你又袂当落去，只有章鱼烧会当落去。你新鲜的吼，啊，等下煮较好食哦。生产区加迄个体验区是，就是若生产区人是袂当，游客是袂当落去。
但是即个这几个无要紧的，这是算新山区，这几个这种是新区伫迄边，哦，迄边哦，你看这，你有看到卡痕无？迄是上打过，你知影无？迄个鸟啊，我是白灵犀啦，就鸟啊卡痕呢，这有鸟的卡痕，嘛有你打过的卡痕。鸟来过什么鸟啊？我拢从白灵犀海入来。我讲，正常咱排盐的时阵啊，水是足咸的，鸟啊对你，因为好物件，人好食，所以鸟啊入来。是因为第三啊，落雨即摆是雨，你着风太多过，啊落雨雨水食，雨水食了靠就好浮游生物吼，你即来食，啊所以鸟嘛较会来。就春蕊，过落去，好烫，好烫哦，会烧，对吧？为什么？顶管冷冷，对吧？啊会较烧烧，对吧？为什么会较烧烧？吼，会较温热，温热，你手摸看觅。少的嘞啊！阮盐田有温，哇！我等下带你泡温泉，我甲你讲，因为吼，顶管是河水，会较是咸路，愈咸的海水，伊的蓄热能量会愈好。哦，所以其实伊的热度是日头晒嘛，会当晒土地，土地会烧嘛，土地烧导热，所以吼，这个水的温差吼，只有伫这个季节，较有这个温差表现。啊，无你去食看嘛你来，什么滋味？痒，咸嘛，对无？对啊。喂，大家我这边等你啦。再吃一个好了。这种雨水要甲排掉，这个塔头啊飞出来，上下顶悬下骹摇咧，毋是来，才有一个把手有无？安尼，我甲扭开，好，你无食饭，甲扭开，加油！好来，一手，哦，这是啥物啊？好来，啊，肯顶悬，水就要流出来啊，对无吼？流出来了后，就尾仔出去啊。吼，咱要将这个水排互干，往下。有扭起来，对，好，真好。啊，你知影吼？我来挂坑顶悬，来，这个开啊开。真跳哦，教一遍就会晓。为了要让大家对排洋的文化有了解，金鸟老师特别安排这区体验馆，让大家体验。我是好奇，即马去超商买洋真方便，为虾米要忍受风吹日晒来杀冻做洋的传统？伊做的海洋有虾米无共的所在？为清朝经过日本时代搞战后，一直拍到民国90年较拍。阮就文化部有一个计划，叫做产业文化资产再生，就摕计划倒来用心建立一个盐田啦。就一路调来到今年17年。咱厨房灶骹吼，迄包幼盐吼，精盐是比是民国64年才开始生产的。就我伫民国64年之前，台湾人食拢是食粗盐。玫瑰盐其实是2004年才开放进口，到即个嘛差不多20当子。但是即摆小朋友拢知影有玫瑰盐，但拢毋知影台湾过去其实有其他盐。精盐、幼盐嘛是属于氯化钠，就是会咸。但是海盐袂甲海里的矿物质拢做伙结晶入来，所以伊的滋味会较有层次感。当然，较早排盐过来百有5、6千家的盐田，以嘉义、台南高雄。后来台南我收起来无跑嘛，无跑了后，即个有4块盐田，布袋、北门，台南的安顺，另外搁一块伫金门，另外搁有3个所在咧煮盐，伫垦丁遐，伫迄个车城。绿岛伊有咧煮盐，台东迄个长滨，还有一个阿美族的蔡班长，伊有伫遐咧煮盐。每一个所在盐田以咱这4块文化盐田来讲，不管是金门啦、布袋，还是迄个北门每一个拢有家己无同款的风景甲特色。
听金鸟老师讲一样，敢若变一个人，非常认真慎重。我想，这就是伊对家己心中的土地所表达的感情。今仔日会当体验到台湾传承几啊百年的做羊文化，我爱感谢金鸟老师的用心。其实一般的民众对安那拍不懂，但是羊要安那用，要安那水食，是大家通骗过的所在。它就文化的表现是伫灶骹，比如讲讲牛排有无吼？讲牛排你会炸你的玫瑰的，然后你会讲哇，羊排好，牛排足好食的吼。但是你敢来讲羊足好食的，袂嘛吼？但是若无羊，牛排敢袂好食，袂好食。所以话。羊必是料理内底，我讲这不可或缺的最佳配角。伊是一个隐形的，有羊会真好食，但是它无就无好食。但是咱个常常会去注意到羊的存在啊。所以我会认为讲，为羊味搞风味，从咸味到口味。认真的，礼拜等下请你食边。我专业的。你专业哈。这个吃，哎对。然后倒下去了。啊，不是，倒下去，你就要在这边住了。羊敢若一粒细细粒，但是山珍海味，无羊就无滋味。所以我感觉食羊甲食米同款重要，就亲像这块土地，因为拍羊文化变甲足特别，是无法度比较的。各位台湾囡仔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老师。头拄咱看到章鱼烧去家己布袋哦，咱讲去遐海水内底去遐收水啦吼。啊，其实这嘛是真出名这个盐场。伫咧这个盐场内底吼，咱就讲到要来用这个盐来出好料理吼，咱要来做盐烧蟹吼。但是有一句俗谚语，嘛是要教互咱的这个观众朋友台湾囡仔吼，就是做官若清廉，食饭着椒盐吼。咱就是讲吼，做官吼真正着。椒盐安尼，代表是伊拢无污洗、无贪污啦吼。那么毋望所有的台湾官员拢是向这个目标来打进前。好，安尼今日咱来用盐来出好料理。好，咱的这个盐是这个洲南盐场的这个盐啦吼。咱先甲伊铺起哩。啊，咱即阵用的是这个粗盐，互咱甲铺平。好，过来就是咱的这个虾啊，咱先砍挂3分钟了后，咱再来掺米酒，咱个鲜挂，哇，这个清甜香已经走出来吼，咱这阵先安尼下挂，因为咱这阵要掺酒。好，咱这阵要来砍瓜哦。好，砍，差不多1分钟的这个时间。哇，这阵1分钟的这个时间到啊，咱头拄已经掺一寡米酒落去啊。哇，搁较清甜的香气走出来咯。好，这个时阵咱就当来底盘啦吼。好，我下挂葱仔煮，咱的这个盐烧蟹就差不多完成咯。咱的盐烧蟹就大功告成咯，配酒料理真好食咯。台湾的俗语一句话讲。
红仔某啊无烧气咸，菜脯紧罔加盐。这是一句咧个讲红仔某啊上爱的这个俗语。红仔某啊，安怎食，不管是山珍海味也好，还是菜脯紧也好，拢总是感觉足好食。因为红仔某啊若相爱吼，啥物食起来拢上好食的菜。咱今仔要介绍的就是一首七儿啊歌戏的病假歌。这病假歌就是你讲，因某呢已经有心啦。这个小生就问小大讲：啊，你爱食啥物歌？就是安尼唱。小大就唱讲：正月霜来了，桃花开。啊咧，小大就回讲：啊，娘打白鸡都无人知。正月到10月这个烧报歌呢。这就是表示红仔某的感情真好啊！就是讲我一开始所讲的，红仔某啊，若无烧气盐，菜脯紧就罔加咸。感谢主人养牛，言承旭、英桥老师教我拍羊。后摆我嘛会使甲别人讲，我食羊较济你食米啊。台湾囡仔其实行着有名料理甲老歌，欢迎大家订阅甲分享，咱下一次再会。另外这位阿明教你煮全宇宙头一本台语文食谱，欢迎大家来支持哦。